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新选出来的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伫咧国民党团发表选后声明进前，先来握手致意，感谢因的支持。经过了昨的选战，有的国民党支持者无度理解为什么国民党甲无党籍结合啊，却连一席的副议长拢无，全部拢是无党籍来当选。面对着支持者的质疑，议会国民党团也正式声明，一切拢是为着大局为重，嘛是为着将赖清德控制台南市议会安尼阿爸的幕后黑手来甲赶出去。我做议员17当了，尤其到18当赖清德的那个市长执政之下，议会完全都是自废武功啊，没有办法监督。阮遮国民党的议员我甲讲一句话，阮遮议员大家拢有这个共识。我讲，如果若是个民进党个当选，咱国民党的无法度甲咱的人民、甲咱的市民、甲咱支持者交代。所以你看，即届阮国民党的真正家己爱学了家己一个啊，真正有够团结的啊！每一个国民党的成员大家拢讲。为着老百姓，为着市民，咱无论如何，袂当搁互议会空转，袂当议会搁无法度人搁制衡着咱市府。我们希望透过昨天这样子一个正副议长的选举，让台南市议会能够达到民众的期待，就是说，台南市议会是民主政治里面的一个监督单位。我们不应该沦为台南市政府的议事局，或者是议事科或议事股，一点点尊严都没有。很高兴，也很感谢我们所有成员，大家有这样子共体时间的一个共同理念。昨天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希望台南市民能够给我们台南市议会更多的鼓励，让我们能够发挥最大的监督功能。也达到市民对我们的期待跟要求。那我身为国民党提名的副议长候选人，在这次看到昨天的选举结果，我们心中都非常的欣慰，因为整个协调的过程当中，不管我们所有的在野的议员，只有一个中心的目标，就是要终止赖神的集权政府，这是我们所有在野议员共同的目标，终止赖神集权的政府。所以在这整个协调当中，我想我也很谢谢蔡玉辉议员，他陪我走到最后一天，12月24号的凌晨，整个协调过程，我想，无党籍的林秉利议员在无党籍的协调当中，他也费了很多的心思，包括当时也要参选的祝树议员，都在我们整个协调的当中。那我们大部分全数的人以大局为重，所以选择国民党支持无党籍。澳元林秉利来参选副议长这一举，那昨天的整个结果，我想是我们很多在野党共同的目标。希望我们从此之后，台南市议会能够真正是一个台南市议会，而不是一个议事局。议会国民党团嘛来表示，过去8当台南市议会就那亲像去互赖清德控制掉的单位，讲要做啥就做啥，所以议会国民党团才决心要来对抗这款阿爸。为议会来争取尊严，因也伫咧昨昏成功来达到目标。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过去议员李文静拢非常关心台湾的主权问题，现在伊交棒予伊的后生李启伟以后，伊嘛是继续关心相关的议题。26号上午，李启伟嘛特别邀请沈建德教授共同向教育局呼吁，应该要针对新的课纲内的问题做出修正。议员蔡旺全嘛共同出席支持。即届启伟阮安接棒这启伟首先阮先甲大家做一个报告未来启伟阮安继续这甲这爸爸这长久的一个战友这沈教授继续为着咱台湾主权咱这地
会继续来努力吼，继续来拍拼。阮一再吼，有哪就是吼，针对即个部分吼，所以就希望吼教育局吼，即马启伟吼上任吼，有哪会继续吼，针对着吼即个部分吼，即个所在吼，安尼来迄落吼来追究吼，就嘛毋是追究啦吼，就是来了解迄落吼，安尼教育局吼的一个进度吼，这袂当诚做，这吼就敢若。吼，咧甲中国附和啊，吼，因为因咧经济吼，因就是开到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其实就是讲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嘛，其实就是遮尔简单啊，吼，所以咱家己吼，有哪就是吼爱清楚吼，爱迄落有哪爱讲互清楚。美国人真做一个国家，美国人嘛是英国过移民，但是美国人袂讲伊是一个是一个英国人移民的社会，伊是讲是一个世界大熔炉吼。因来自每一个所在文化，包括迄个因嘛有原住民吼，拢有啊吼，所以因拢足重视这。但是咱伫咱台湾，因为长期以来被忽略，还是讲即个执政当局吼，无够重视，造成咱有一寡的史料吼，无去甲重视，甲找出来。咱今仔日教授吼，提即个物件真好吼，因为这咱应该吼，中央若袂负责，咱地方咱先来处理。吼，包括我含启伟啊，我嘛来共同吼，甲即个物件来提案，互咱即个教育当局吼，会当来去重视即个部分哦。针对两位议员甲沈教授提出的建议，教育局与会参加的代表表示，将会甲这意见载转去府内研议。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蓝色、粉红色、紫色的搭配着古锥的圣诞造型，这寡拢是由南区新兴国小特教班的学生经过了2个月练习甲准备所做出来的手工芳泽，不但好看，而且佫实用。这届举办的圣诞义卖活动是由着陈婷静甲吴浩珍2位代理教师所发想，嘛互特教的学生会当有机会发挥力量，帮助别人。之前呢，我们会有特教班跟普通班会有融合活动，可是我们大多是送饼干啊、糖果啊这样子。然后因为今年呢，我们班的课程我有设计，跟做食物有关，本来是想要做巧克力啦，可是因为我们特教班小朋友其实不太适合吃甜食跟巧克力，所以我想说，那我们来做手工皂好了。那因为只有一个班这样玩不好玩，我就找了隔壁班的吴老师，然后我们想说那就结合耶诞节活动好，我们把它做大，就来做一个义卖，然后也希望说，因为我们特殊生的话，大部分时间是接受大家的帮助，所以我们想说，借由这次义卖的金额呢，可以捐给身心障碍者协会，然后做一个回馈这样子。2位代理老师的发想到圣诞节实行这天得到济回响，不但后来学生拢主动来买，就连学生的家长也热心特别半工前来买爱心芳泽。无几分钟的时间，这寡手工芳泽的全部拢向卖了。我们今天的活动还蛮水，而且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很担心大家因为是手工皂，然后家长不想让小朋友带钱来，然后没有人来买。可是因为今天一下课的时候，就有很多小朋友共襄盛举，然后还有家长会准备夹链袋帮小朋友放钱，那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那过程当中也有老师可能会因为小朋友的在刨丝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伤，然后去质疑担心我们的小朋友是不是不适合。那可是因为主任跟校长都很愿意相信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这么顺利的完成活动这样子。这届南区新兴国小特教班举办的圣诞义卖，全部的所得扣除特教班学生的薪水以后，将会捐出3000块予台南市身心障碍协会。这也是特教学生因回馈社会一份温暖的心意。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这边变啊算算的是孔庙334栋内第一摆搬厝刷甲延平公王书办特别展览的历史记录。文化局表示，过去民众只会当抬头远远看，不过现在民众会当近距离欣赏清朝皇帝所塑变来的原貌甲色彩。市府嘛正式提报中央，审议列为国家级的文物。那我们这次台南孔庙的玉匾特展，其实这些玉匾在我们台南孔庙其实已经从清朝时候那一直持续的到现在已经300多年了。那其实我们民众如果到孔庙参访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些玉匾都是高挂在我们大成殿里面的。
那这一次是因为在我们0206台南的美浓大地震的时候，那因为孔庙的建筑主体刚好有一些的损坏，那我们在今年也启动了相关的修复计划。那趁着这个孔庙在修复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把这一些孔庙的玉匾刚好也拿下来做一些处理。那也借由这次的机会，我们特别在郑成功文物馆那做一个这一次的这些玉匾的一个特展。这8面匾仔长久以来拢是挂伫孔庙的大型殿内，嘛是全球华人当中保存上界完整的记录。所以欢迎民众对29号开始伫延平国王祠的郑成功文物馆来欣赏。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富勒梦对2年前开始持续甲日本神奈川县美术协会合作，将国内精选的优秀作品送到日本展出，带领台湾囡仔借着画作行出世界。其中这200作品竟被日本评选为国际大奖。今年富勒梦基金会特别以未来生活为主题，鼓励囡仔勇敢创作。在4年前呢，日本县展开始跟台湾区就只有跟富勒梦合作，所以透过富勒梦呢，我们将这个讯息传达给台湾的朋友、大小朋友。那希望呢，有更多人参加这个国际性的艺术活动，那也可以进而让台湾的知名度更加提升。那今年我们有2个小朋友，他们也得到了县展的青少年奖，还有萌芽奖。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请上富勒梦的官方网站查询。台湾伫富勒梦牵线之下，到目前已经有超过300位小朋友参加竞选，嘛借出甲世界各个界画图的小朋友做伙交朋友。基金会表示，对今仔开始报名，一直到1月31号截止。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为了帮助尼泊尔灾后的孤儿以及台湾罕见疾病的弱势族群，生态器官协进会伫前理事长汤月梅的带领之下，开始安排一场爱心餐会。现在伫代理理事长陈茂松甲全体会员共同努力之下，这场爱心尾的餐会嘛将要伫28号暗时盛大来登场。这届活动艺人张秀清嘛将要以公益大使的身份出席，同时会中也阁有摸彩活动，希望透过这丰富的活动，鼓励企业共同参与做爱心。完成我们的汤前理事长这样的一个遗愿。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会在我们这个年终的时候以尾牙宴的方式来举办。我们希望能够起一个带头作用。那我们也感谢我们各界的团体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尾牙的餐会。那也感谢我们在座的这位议员鼎力的来协助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发动了我们成大企协呢所有的这个理监事还有我们会员呢，这一次呢希望能够发动1000人呢来参加这个尾牙宴。那这个尾牙宴我们最主要关心的呢，就是有2个团队。那第一个团队呢，就是罕见疾病的比较弱势的鱼鳞癣、红孩儿、泡泡龙这方面在社会上呢比较鲜少去遇到他们的这些的比较弱势的朋友。那么我们要关心的第2个团体呢，就是尼泊尔的这个灾后的孤儿这是我们汤理事长他们有去拜访过，那么他们也需要帮助的所以为了
平衡哦，所以我们在国际上，在台湾的这个弱势上呢，我们做一个关心的平衡。这届有意义的活动，嘛有侪侪民代共同支持。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这办的募款募集到100万，将会分别捐赠予2个单位。伫记者会现场，其中一位会员嘛加码捐赠5万块，希望抛砖引玉，予社会上更较侪民众共同关怀国内外的弱势民众。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